面这吼，咁个军头2、3百套吼，会使讲下啊，讲一下较无超过，差不多是台湾的这个时阵的尔有江山吼。好，来，咱这个歹势，我哋苏明安咧等一下，吼，苏明安等一下，来，咱西嚟吼，来练一个太祖结棍，结巴棍，哦，太祖的这个结巴棍，表现力，哦，廖宪志，哦，廖宪志老师，哦，咱西嚟跟住落哦。很多来好朋友来，好，这边塞雷一条，好，这边这边滚哦。我来看你中正嘛是无路吼，哎，中正有等无？等吼，安尼跑出去，哎，这里电影又无当看啊，你若看伊个曲势，伊个卡尾，伊个曲势，你看有够明的，有够明的。今仔日在座吼，袂使讲你调好哟，哦，还有好比赛，大家才看的这个结果的大会宴，大家等下将将来讲来哇，咱中正啊，非常的内行的哦，无简单，是今仔我请你来专题演讲，哦，他是风流哈，根基非常稳定，哦，卡位非常的清楚，哦，这咱这个西雷结动，哦，这个啊太祖结棍，哦，这我咱太祖来这个结巴棍，哦，而家咱西雷结动啊，来过来的老师，哦，来过来的老师。这个廖宪志哦，练比赛哦，练比赛，我说自己的跟上哦，好，咱在个新情况哦，在今的这个武艺内容非常的丰富哦，他们是很喜好哦，今天他们的掌门人哦，也来到了现场哦。廖老师，给我们挥挥手好不好？好，那再来一个手，廖老师，好，哦，站，好，哇，你看了大家真欢喜吼，真欢喜哎！哦，我太激动的啦，我老师很歹势啊，我都甲伊斗战斗了。咱同好，我讲，这也是奇迹啊！哦，知音难寻的哦。对，讲拳头做起来起毛啦哦，我起毛真严哦。来，大家过来哦，尊敬。